裂雨伞背单容易造成冰热，暗时放久啊解，有热急的感觉，毋过出力却放无完。过去大部分拢是靠药物来治疗，但基比病院泌尿外科医师曾文新表示，药物只用的治标，无法度有效互裂雨伞来缩小。如果民众一直有尿道感染、急性的尿滞留，或者是膀胱结石、血尿等，就必须要考虑开刀来治疗。对此，基比病院嘛特别引进裂雨伞水蒸气的消融手术，不但手术的时间缩短，而且恢复期嘛紧。射物腺肥大这个议题在男生当中非常常见啊，50岁就大概50%，60岁就60%，70岁大概会在70%左右这样子吼。那随着年纪增加呢，当然盛行率就越高这样子。那传统的治疗上面呢，我们就是用经尿道射物腺刮除手术，那用双极电刀或者是比较新的方式用雷射的剜除手术，这其实都非常盛行哦。不过因为其实这种微创治疗上面呢，其实还是需要住院大概2到3天左右的时间这样子。那现在的人越来越重视就是一日生活圈的概念这样子啊，就是越舒适越快速的方式的地方，其实就在自己家里面，能够快速回到自己家里面，才是对病人来说最舒适的地方这样子哈。那所以说有下一个新的手术方式，那我们新的手术方式呢，一样是从经尿道的方式去做执行这样子。那我们就是从尿道的地方进去，然后我们就是扎一支针到你的射物腺里面去，用水蒸气热消融的方式让射物腺缩小这样子。那这个手术时间呢，跟传统的一些不管是传统的电刀呢，或是雷射比起来，大概会动辄1到2个小时左右，比起来大概只剩下这个手术大概只有15分钟左右这样子，算是非常的快速哈。那因为手术时间短呢，恢复当然就会比较快一点这样子。那手术之后，我们就可以直接回到家里面，就达到我们的门诊手术这样子，就不需要病人是不需要住院的这样子。过去裂雨伞背带手术，除了传统的双极电刀、裂雨伞的刮除，或者是雷射裂雨伞剜除等。除了双极电刀健保有给付以外，雷射加水蒸气的消融必须要自费。每一位病人的治疗方式不同，必须要甲医生讨论了，才能选择适合家己的治疗方式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